谢谢发音班。接下来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20章1至16节，教会圣经第28页。马太福音第20章1至16节，教会圣经第28页。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几处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人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到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之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接下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曲名是《有人为我祷告》。
谢谢诗班。接下来是受洗礼。受洗礼，请受洗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要来见证几位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跟转入，特别有小朋友他们要受洗，这是一件非常喜悦跟高兴的事情。因为教会里面小朋友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所以教会以后就是有这些的孩子们，他们未来就是教会里面的中坚分子，特别他们从小就要走在正确的路上，到长大都不忘记。所以我们更需要为他们来常常关心跟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次序就要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来开始这样的一个受洗跟转入的一个礼拜。那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介绍有2个家庭，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孩子献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来做见证。幼儿跟婴儿的洗礼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让上帝来使用。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从小朋友的时候就帮助他们走在正确的路上，让他们一路都有上帝的引领。所以父母亲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让他们能够在教养孩子上面能够有智慧聪明，能够来带领这些孩子们来成长。所以我们要先为这几位要受婴儿洗跟儿童洗的家庭来为他们来喜悦，也高兴他们的孩子要受洗。所以我们要邀请儿童洗的家庭曾凯柔、立祥，还有宇安，我们的荣基家，还有这个我们的宇轩的
小朋友哈，小月，请他们到台前来好吗？可以的话，建宏一起来好了，好吧，建宏一起。来，这边，对，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我右手边这边是荣基他们家有3个孩子，这个是老三是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出生的哈，所以这个已经快要1岁了啊，所以我们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一个是婴儿喜，然后这个姐姐跟这个哥哥也是今年都要受儿童喜，但是他们有特别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他们自愿的哦，不是爸爸妈妈逼的哦哈，所以我们要先问一下凯柔，你自愿的哦，好，立翔你自愿的哈，好来面对大家哈，好，然后月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的建宏传道跟我们的宇轩传道他们家的小千金。我一直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好的功课，就是其实孩子反而成为我们的老师。你知道小月她有一个玩具，她是煮饭的玩具。她说：“牧师，我要煮饭给你吃。”然后她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哈，所以很感谢上帝，是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他们真的是要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要好好的来关注他们，为他们常常祷告，让他们将来未来的年日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跟帮助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为他们来施洗跟一个确认，就是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父母亲要愿意为他们来走这样的路，他们要负上这样的责任来教养他们的孩子哈。那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昨天我们的这个妈妈很辛苦，昨天还受了伤哈。那但是今天她还是愿意能够站到台前来跟这个孩子们一起，因为这是她最重要的事情，她要把孩子献在上帝的面前哈，所以银如是一个很勇敢的妈妈，所以我们要为她来祷告。好，请你们转过来哈，请你们转向这边来。好，我们洗礼是高兴的事，但是不随便，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一些问题，要请教他们哈。好，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哈，一下下就过了。好。有人带小孩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却责备这些人。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们来祷告。无所不能永生的上帝，我们祈求照你无限的仁爱，看顾我们当中的这几位孩童，使他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信心稳固，因希望滋长喜乐，在爱里逐日成长，在正义与真理上深深扎根，使他们长大成人，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好公民，在教会里成为主的好儿女，荣耀天父上帝的圣名。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在洗礼前，我要先问一下两方的家长，对不起，不是要结婚哦，是要受洗的啊，不要误会了啊。好，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既然带你们的孩子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使他们归入主的教会，接受耶稣的牧养，就当知道你们的本分，就是当孩子逐日成长的时候，教导他们明白奉献受洗的意义，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带领他们进入教会的团契，如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和主日礼拜活动中，使他们遵行圣经的教训，发展完美的人格，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也当在信仰、爱心与生活上做你们儿女的好榜样，使他们效法你们，凡事敬爱上帝，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现在我要问两方家长哈，你们是否愿意负担这责任，靠主的帮助，自己这个尽忠心来尽所能的尽一切的本分，
来抚养你们的孩童。好，那小朋友，这是你们自愿的哦，不是被逼的哈。好，那我们就要来为我们的孩子们来洗礼哈。好，我们从最大的哈，来，请凯柔来这边，来我的前面哈，来面对我，凯柔。曾凯柔，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阿们，阿们。好，来。曾立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来，小月。不要怕，只是水而已哈。好，来，不要怕。好了，妈妈抱着你，好不好？哎，妈妈抱着你。好，不要怕。来，杨小月。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我们还有一位小婴孩哈。好，我们来为我们的宇安来施洗哈。曾宇安，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的那个家庭一起来面向我们的讲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来为这两个家庭来守望祷告，那我们就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如果你愿意每天为这些孩童、为他们的家庭祷告，那我们就请大家能够来为这两个家庭、为他们的孩子提名，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我们当中的孩子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主啊，我们为荣基的家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让荣基的家3个孩子，我们的凯柔、立祥，还有我们的宇安，都能够受洗成为主的儿女。我们也要感谢上帝，小月成为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还愿意能够受洗成为主的儿女。我们向主献上感恩，谢谢你恩待他们的家庭蒙恩，让他们每一天带领他们的孩子走在正确的路上，到长大都不忘记。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你们向后转哈，来看一下我们的会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要为你的家庭还有为孩子们祷告哈，所以记得你站起来要负责任哦，要每天要为这些孩子们、为他们的家庭祷告，让他们的家庭蒙恩哈。好，谢谢，请坐。好，请转过来哈。那我们的教会要制证这个洗礼的证书还有礼物，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荣民兄哈。好，证明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是我们的教会的会友，那我们教会也赠送这个礼物给我们的这个荣基的家庭哈。好，我们有3个小朋友哈，来，凯柔，来看前面，看前面，对，好，来立祥，好，宇安，还有，对，好，还有这个是给爸爸妈妈的指导手册，以后要每天常常阅读啊，来教我们的小朋友。好，再来是我们的小月，耶，小月你有证书了，耶，赶快，要煮饭给我吃，好，小月的爸爸妈妈的这个礼物哈，好，谢谢，我们拍手欢迎我们的2个家庭的孩子都要成为我们的教会的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教会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哈，所以每一天我们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健康跟快乐中成长啊。好，谢谢，请回座。OK，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成人来做洗礼。
那这一位也是在我们当中出入了一段的时间。那感谢主，他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关心祷告。那他也很用心，他在我们当中也参加我们的这个制服学院。那他的父母亲，他也是需要花时间照顾，他都需要拨时间来照顾家庭，也要为自己的生活做这样的努力。他现在愿意在众人的面前要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要请我们当中的丽珍哈，请你到台前来好吗？好，先面向大家，面向大家。好，这位是这个吴丽珍姐妹。那她是以前是一位护士哈，她在医院里面工作了一段的时间，她把她的生命青春都奉献在医院的里面。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你可能曾经在医院里面，或者是曾经在这个需要治疗的时候，也曾经受过她的帮助。如今她愿意来承认她的信仰，在众人跟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要来为我们的丽珍姐妹来举行这样的圣礼。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丽珍姐妹，请你转过来哈。刚讲了哈，受洗是快乐的，但是该问的还是要问的哈。好，准备了麦克风是要给他大声回答的，等一下讲话大声啊。好。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要来为这吴丽珍哈，我们为她来这样的预备洗礼。吴丽珍姐妹，你决心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基表欢迎，更为你感谢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是同时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基督住在你的心里。现在应当在会众面前见证你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好，我要问丽珍几个问题哈。丽珍姐妹，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宝血和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靠主帮助，我愿意。好，都有听到了啊。好，我们再问丽珍姐妹哈。丽珍姐妹，你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的教会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我愿意。好，已经非常确定了哈，但是不用担心，还有最后一题，我们还要再确认啊。丽珍姐妹，你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愿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我愿意。好，我们已经听到丽珍姐妹的信仰的宣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为她来施洗。吴丽珍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阿们。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愿意的，我们愿意常常为丽珍姐妹来祷告，我们就请我们一同起立来为丽珍姐妹来祷告。每一天你愿意为她来献上祷告的时间、祷告的代价，我们就请为我们的丽珍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我们的丽珍姐妹受洗成为神你的儿女，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见证，看到我们的丽珍姐妹生命的改变，并且她愿意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你祝福她的家庭、生活、工作一切蒙恩，让许多人因她得祝福、得帮助，她的家人也蒙恩，能够也这样来认识你，透过丽珍姐妹来认识独一的真神。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丽珍姐妹，你看每一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为你祷告哈。好，那我们就拍手来欢迎我们的丽珍姐妹，成为我们当中的会友，还有我们当中的这个一员哈。所以不再是客旅，不是寄居的，我们在天父的家，我们是同一家庭的孩子哈。愿上帝的祝福我们。好，请坐。那也一样，请我们的荣民弟兄来颁发我们的受洗证书，还有我们的教会的要致赠的礼物。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对不起，今天受洗的人非常的有恩典，为什么？因为这是新版的我们的这个会友证书。所以今天受洗的人，今天拿的都是新版的我们的会友证书啊，所以你们非常的有福气。所以如果还没有受洗的，想要加入教会的，请赶快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受洗证书交给我们的丽珍姐妹，还有教会的致赠的礼物啊。好，欢迎丽珍姐妹哈。好，谢谢，请坐。还有礼物，还有礼物，马上有小组要迎接他们进来了啊！太好了，啊！麦克风有我支持。对不起，等一下，我要把我最漂亮的容颜。好，好，谢谢。恭喜你！这个因为要拍照的人口众多，所以我们等会后啊，好不好？其他的，好，再来我们要这个为这个转入的姐妹来做见证。今天要转入的是我们的婉莹姐妹，那她从今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她就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他原本是住在台中，那现在他回到他的家乡，回到高雄来，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他过去也在台中卫理堂服侍过一段时间，那他今天能够来到荣光堂，在我们当中一起服侍，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我们也为他来做这样的美好的见证。他来到我们当中，要成为我们当中的会友，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邀请我们的婉莹姐妹哈，请她到台前来哈。转向大家，面向大家。好，这是婉莹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发声班，刚刚早上的发声班，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是她带领的这个发声班。她其实是为了我们的诗班来做预备的，所以我们的发声班以后很多的学员将来都要进到诗班的里面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配搭。我们能够有前段班的这样的训练，然后再挑选进入到诗班的当中，这是很美好的。所以我们为我们的这个婉莹姐妹来献上感谢，她能够在侍奉上面能够跟我们的诗班做这样的配搭，我们感谢上帝，让她能够在这样的音乐的服事上能够来协助教会的侍奉。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见证她的一个心志跟转入的这样的心志。好，请婉莹姐妹到台前来。那我们一样还是要询问一下婉莹姐妹的心志，她是确定真的愿意来加入到我们的当中哈。好，婉莹姐妹，现在在基督里，我们要来承认跟接受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愿意你加入我们的教会，成为一同服侍的团队。这时候我们也要来表明你的一个心愿跟心志。那牧师要请问你，你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并借着你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好，我们的婉莹姐妹回答愿意哈，那我们就要为她来按手祷告。愿主用她大能恩护你，借着她的灵，使你在耶稣基督真实门徒的信仰上和团契里坚定不移。阿们。好，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每天来关心我们的婉莹姐妹，为她祷告，我们就从位置上站立起来，那我们就为她每一天持手来为她祷告。我们一起来为婉莹姐妹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婉莹姐妹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差派她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相信你要透过她来祝福你的教会，让许多人因她得益处得帮助，祝福她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她的孩子们无论在哪里，你都护卫他们十分的平安，也保守她在教会里持守信仰，并且能够来帮助许多人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婉莹姐妹，你看每一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要为你祷告哈。好，那我们就拍手来欢迎我们的婉莹姐妹，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哈。好，请坐。一样，我们的这个会有证书，刚刚讲的是新的啊，所以我们很特别，今天是给我们的要受洗跟加入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份新的这个会有证书，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新的会有证书，只要我们跟这个办公室那边做申请。如果你拿到是旧的，你可以换新的，或者是你的旧证书你也可以保留着，再跟教会这边申请一张新的会有证书哈。好，那一样我们请荣明兄哈来颁发我们的会有证书跟我们的受洗这个转入的礼物哈。好。这个是我们的新的会有证书哈。好，还有我们的礼物，谢谢。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满意的恩典。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见证我们的这几位这几个家庭，还有弟兄姐妹他们的受洗跟转入。每一天我们看到神将恩典赏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相信，照着圣经里面所说，若有一个人在地上悔改，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做见证，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蒙恩。我们感谢上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好，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不要贻笑大方，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礼仪礼节有关的。有一个男生，他为了要脱单。知道脱单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希望不要再当单身的男子汉了，所以他希望要能够这个有机会可以认识女孩子，然后他就去参加一个舞会，因为他听说这个参加舞会可以认识一些的姐妹，认识一些的女孩子。但是呢，这个男生他不会跳舞，那怎么办？他就躲在那个咔咔角的地方，在那边嗑瓜子，然后喝饮料，看着人家在舞池里面跳舞。那结果呢？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就到他的面前来，跟他鞠了个躬，然后把手伸出来。结果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他就拿了一把瓜子放在他的手上，然后告诉他说：“如果你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来给我要。”所以弟兄们要懂得，那个是一个暗示，是他希望要跟你跳舞，不是他要跟你要瓜子哈。所以不要误会人家的意思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解别人的意思，其实我们需要了解说，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有的机会，要好好的把握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礼节跟礼仪哈。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请举起圣经，我们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像我的麦克风有点怪怪的，换一下好吗？喂，有声音吗？有了哈。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要知道一些的教会的一些的礼仪，还有包括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的礼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个就是世界，还有跟这些世上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学习，不是只有窝在礼拜堂里面，
其实上帝有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进入世界，让我们跟世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对话，让人可以看见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美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长期没有回到教会里面来，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的状况，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时段他们会离开教会。事实上，有很多人会找一些理由不回到教会里面来。我曾经带过一个老人家，我去他的家里面去拜访他，然后希望把他带回到教会里面来。他跟我说：“牧师，不要告诉我任何事情，我知道你要来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先拒绝了上帝的恩典。其实上帝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领受他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论坛报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他提到说有8种谎言是拦阻我们人会到教会里面的，拦阻我们到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要把这些谎言除去，因为圣经里面说谎之人的父就是魔鬼，所以你要分辨哪些是魔鬼的话，哪些是从上帝而来的。好，第一个我们来看，我要完美才能够到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说，我必须要做得很好，我要很完美，我才能够来到教会里。事实上，来到教会里面，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能够认识上帝，反而真正知道自己有罪有问题，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必要成为完美才能进入教会，反而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需要教会的协助，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来遇见上帝。第二个，我们来看教会只是一个建筑物，很多人以为教会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好像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才是教会。其实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假设我们今天到卫武营去做聚会的话，各位知道高雄荣光堂在哪里？知道吗？高雄荣光堂在卫武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在卫武营聚会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和平2路437号，这是一栋建筑物，是教堂的建筑物，但是不是教会。教会在哪里？教会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教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别的地方聚会，那么荣光堂就在那个地方。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好像今天的投影片好像有点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好，不聚会就有更多的时间。很多人以为说，我如果不聚会的话，可能我就会有更多时间可以自己来使用。事实上，一个善用时间的人，他不但是能够来聚会，他也能够在他的时间管理上做很好的管理。所以基督徒无法独自去生活，他必须要跟他的肢体有这样的联系。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没有聚会，我就会有更多时间。其实1个多小时的时间的一个做礼拜的时间，并没有耽误到你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反而我们有时候上网的时间，或是看电视的时间，或者是做其他娱乐的时间，比来聚会、来读经祷告的时间要更多。所以不是不聚会就有更多的时间，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时间。第3个，他说教会不差我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人很自卑，会觉得说好像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咖，教会里面应该看不到我这个人。其实并不这样，教会里面不能够缺少任何一个人，就像肢体不能够缺任何一个肢体一样。所以教会应该要是每一个肢体都是健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叫做大的或是小的。教会要能够一个完整的肢体，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当中都是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有人会说，在教会里我没有办法发挥我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有恩赐的人就是站在台上的，或是站在台前侍奉的，而不是做其他服事的。事实上，当我们能够来服侍上帝，无论是在台上、在台下、在台前、在台后，都是服侍上帝的机会。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是长条椅子，各位我们坐的是长条椅子，我们比较不用搬动。如果各位到副堂里面去看的话，如果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聚会完之后把椅子摆好，把一些东西把它设定在一些定位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里聚会。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后面那个钟也停了，所以
如果没有人去更换那个电池的话，搞不好我讲不完，明天都还在现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都需要有人在这里要来做这样的服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在台上才是服事，台下的不是。再来就是这个有点比较敏感的，就是教会的领袖没有影响力，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对牧师、对传道人，或是对教会的长老、执事，会有一些的意见或是想法。其实我们并不是要一个完美的传道人，或者是要完美的领袖才能够来带领教会，而是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我们的领袖，能够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任务跟责任，让教会是一体的，不是只有哪一个人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帮助教会里面有缺乏的地方。当你看到有缺乏的地方，你可以为你的领袖来祝福，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做得更好，让他可以更加的得力。有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的这些的小组长，我们的服事的同工，他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跟帮助。所以我们请大家也要常常成为一个代祷的人，为我们的教会的这些的服事的同工来祷告。好，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哈，如果你今天是当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主管的时候，千万不要照着这个里面的内容去做。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做一定会被人家客诉或者是投诉。如果你给你的员工做久的人，然后给他的钱跟刚来做1个小时的人是一样的，那你一定会被投诉的。所以千万不是要把它放在你的工作跟职场上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今天要讲的经文内容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是很陌生的。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很难去解释，很多人会把它误解成是不是我要在生活上我对人的态度是有落差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葡萄，知道吗？我们没有看过葡萄树，应该也吃过葡萄，对不对？好，这个叫做葡萄。各位知道，葡萄在中东那个地方，或是在地中海区域，它是一种经济作物。所谓的经济作物，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卖很多钱的。所以各位知道哪个地方的这个葡萄酒最有名，知道吗？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对不对？他们种葡萄是很有名的。还有各位知道橄榄树哪边很多，知道吗？橄榄油哪边很多，知道吗？也是在这个地中海区域的那边，对不对？还有我们常常会台湾少吃到，但是有一些地方很有名的。各位知道像那个无花果，也是哪边很有名，知道吗？也是在那个区域。所以这些地方他们种的这些经济作物都是很好的，而且品质很棒的。所以我们用的一些油或是用的一些东西，有很多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出产的。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里面，就是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要邀请人到他的园里面去工作。我们来看一下第1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念来。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好，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请他的工人进到葡萄园里面做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各位如果知道有一些地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在台湾有一种叫做做粗工的人，他们在哪里？有一些人他们会在桥下，或是在一些地方在那里等。据说在台北桥下会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等做工，为什么？因为一早就会有公司的老板或是主管，他们会去那里找工人，然后去那里邀一些工人去做他的建筑工，或者是邀一些人去收割一些庄稼或是做工。所以很多人会去到桥下那边去找一些一早就在那边有人等着要工作的。这个主人他雇佣了一批人，他雇佣他们说，每一天给你们1钱的银子，然后请你们到我的葡萄园里面来工作。他跟这些人是讲定了的。所以我们来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跟家的主人，跟这一家的主人他们是讲定了的，然后他们要来到这个园里面工作。所以第2节他说，和工人讲定了1天1钱的银子，就打发他们进到葡萄园里面去。1钱银子对当时的人来说是1天的正常的工资，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人他们都有饭吃。今天这些人他们跟老板约定好了，他们今天就能够到园里面工作，这是很棒的，因为他们今天一定会有饭可以吃，有钱可以拿，因为今天他们的工资就是1钱的银子。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的时候，发现这个主人他不是只有雇佣这些人，到他在早上9点多10点的时候，他出去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
没有工作，他就把这些人就找到园子里面再去工作，甚至到12点的时候，中午12点，还有人没有工作，看到那些人闲站着，再把他们带进来。甚至最让人家很难理解的就是到下午的时间还继续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先来看一下讲定的约，什么叫做讲定了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是讲定了约里面，这些人一人是1钱的银子，这是讲定了的。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里面的经文，申命记的29章9节，这里所提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说，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要跟上帝立这样的约，是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以至于他们要进入到世界来为主做见证。所以讲定了的意思，好像是上帝跟人已经约定好，这些人你们要进到世界，你要进到世界里面去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上帝透过以色列人跟他的立约，把这些人他们差到他的国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跟侍奉。所以一个讲定的约，就是好像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跟上帝的一个立约，他们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话，然后去服事上帝。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领受到恩典？公义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当讲定了的价钱是不能够去更改的，但是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更改的，就是当我用恩典的时候，恩典给予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恩典给予不是因为用约来绑约的，所以它是可以用给予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第6节的地方，我们来看第6节这里提到的经文，我们来念第6节的地方，一起念来。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这些人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还有人闲站在外面，他们没有办法到葡萄园工作，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比较老弱的，他们可能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他们没有被挑选到，所以他们还站在外面去闲站着。但是主人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当他再去看到有一些人在外面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在那里闲站着？你们进到葡萄园里面去。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进到葡萄园里面去，他们给主人说：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所以葡萄园的主人就请他们到园子里面去工作。这些人他们是酉时进去的，酉时在下午的时间差不多是5点钟左右，所以他们进去工作只做了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完工了。但是对这个家的主人来说，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施恩给这些叫做比较没有生活能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以至于让他们能够也一样的蒙恩。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要发工资的时候，他请这些最早来的人、最晚来的人，他们先领了工资。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也许我们并不完美，并不完全，但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所以这里提到说，生命是一个让我们能回应上帝的爱，对他说我也爱你的机会。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跟完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站在上帝的面前，然而上帝还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服侍他。各位，如果按照旧约圣经的规定，其实有很多人是不能服侍上帝的。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规定说，长得太矮的，然后眼睛看不见的，是不能服侍上帝；身上有刀伤、有一些伤痕的，都不能服侍上帝的。可是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极其大。今天站在台上的这个人，一个身高不到165以上的，眼镜拔下来看不见的，这样的人还可以来服侍上帝。上帝不是要一个完美的人，上帝要用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去做他完美的事情。所以生命是让我们有机会来对上帝回应说我也爱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这个主人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叫这些工人来收工资，来领工资，但是领的时候是叫这些晚到的人先领。我们来看第8节，我们一起念来。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有期待；对那些早来的人，他们有期待。今天主人给他们工资，这些晚到的人他就给1钱的工资，那是不是我以后会领到更多的钱？所以这些人他们有期待，他们看到每一个人都领了1块钱，1块钱走了，最后这些领钱的是最早来的人，他们也领了1块钱。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会有一些抱怨，他们会甚至认为主人是不公平的。11节到12节的地方，他们讲了这样的事情。11节他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1小时的，你竟叫他跟我们一样。所以我刚刚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不是在地上属地的原则，在经文的前面他就说这是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是什么？原本讲定了的这些人，就是跟上帝立约的这些子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到的是上帝这样的祝福。而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人，我们这些不是上帝选民的人，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我们居然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上帝并没有说特别的爱哪些人或是不爱哪些人，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是一样的。所以刚刚提到说得救的机会是公平的，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的能力、多好的学历、多好的才能，才能够来服侍上帝。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公平的。上帝并没有看哪一个人比较好，哪一个人比较差，并没有，他给我们的是格外的恩典。所以也许我们不是像选民一样，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跟上帝立约好，所以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如今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们也可以来服侍上帝。当然我们也需要认知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乃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他们需要照顾穷人，所以穷人如果没有饭吃的时候，是富有的人的责任。所以富有的人他们会怎么样来去帮助这些贫穷的人？他们会用施舍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当然很多人遇到施舍会觉得说这个叫做嗟来食，是不愿意的。所以我们在华人有一个话叫做以工代赈，就是你必须用工作来换你的工资，但是这个工资是超过你的工作的时间或能力的，它是超越的，所以它是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付出。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就是当这些人他们能力不足，他们工作的能力不足，但是他们也需要1天的生活费的时候，他们透过这样的施舍来帮助，让这些人他们可以得到1天的温饱。所以这些人他们得到帮助，不是因为他们今天能力够，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恩典。所以14节的地方，这些抱怨的人，家的主人跟他们讲这样的话。14节他说：“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我本来不配的，但是却拥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的身上。我记得以前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各位知道神学院里面有2科是最困难的科，都是语言科，一个叫做希伯来文，一个叫做希腊文。通常我们都会说这2个双希，这2个语言如果学过了，大概倒数就念完一半了。所以很多人都就是对这2个科目都是非常的这个心里面感到恐惧跟惧怕的。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叫做英文很差、很糟糕的人。各位知道英文很糟糕的人，你知道要去念那个语文的科系，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必须要翻成英文，把希腊文翻成英文，英文再翻成中文。我们本来英文就不好了，要再翻成中文，其实还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我们同样一班的里面有一个学生，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他在外面的工作是英文老师。他来修希腊文的时候，他在跟老师讲的是什么？他说：“老师，这一题我是对的，应该我是要满分的，不是这个98分。”他跟老师真的是差这2分我就满分了。你知道，对我们这些叫做语言能力不好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我能够有60分及格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人他是要争到有2分我就可以到满分的，这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是一个落差太大的东西。后来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这样说：如果你的英文能力不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翻成对的那个字，即使文法是不对的，内容是不对的，但是你翻的字是对的，就给你算作是对的。
所以因着这样的恩典，所以我跟我的同学几个英文能力不太好的人，还好感谢上帝，我们至少都过了这一关，都有至少有70-80分的时间的这样的分数可以过这样的内容。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达不到，但是这个决定的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可以通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及格。我们本来是不及格的人，但是上帝给我们有及格的恩典。好，所以请看下面的地方。今天的机器好像不太听话。好，16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6节，他说：“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所以上帝的法则里面，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反而在后？教会给世界的不是成功的公式，而是一条谦卑跟悔罪的道路。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跟着世界的那样的一个走向走。世界的走向就是成功，是因为你是这个叫做人生的胜利组，所以你成功的机会比人家多。但是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不是一条成功的公式，而是一条谦卑跟悔罪的道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但是却是蒙上帝恩典的。所以上帝要的不是一个非凡的人，上帝要的是一个谦卑的器皿，让我们能够这样来服侍他。好，所以爱上帝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你越爱上帝，你就能够看到你自己恩典上得到的是更多。昨天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找到了有一首歌，在过去教会里面时常唱的。他说：“耶稣说，为你我舍了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舍了生命，而我们用什么样的事情来回应在他的面前？我们对基督是不是充满这样的热情跟激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上帝？如果爱大的话，赦免也大，表示我们领受的恩典多，我们才会更多的这样的爱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的爱真的在你的身上很多，那么我们应该回应的不应该是只有现在这样。当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而我们给他的回应，应当是充满热情，跟对他的事情是充满这样的一个激情跟爱在那个当中。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爱不是廉价的，而是耶稣用他的全人给我们，我们对他的回应也应该是全然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成为服侍上帝的人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代表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比别人优秀，而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是恩典的记号，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是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好的条件，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让我们可以蒙恩，成为神的儿女。谦卑的信靠和仰望基督，不是相信自己而已。所以我们能够服侍上帝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自己这个人夸口能够做什么。第三个，服侍主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如果你愿意服侍上帝，表达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懂得感谢上帝，懂得回应上帝的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能够透过我们的服侍跟侍奉，也许不一定是站在台上，但是我们能够真心的来服侍跟侍奉上帝，能够谦卑的服侍主，用我们所有的可以来献在主的面前，来向上帝表达感谢跟感恩。最后我们来看，上帝已经将这个福分跟应许赐给他的百姓，好让他们能够在施行典章的时候得享他的同在，并蒙他的赐福。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蒙恩的人看到，我们其实是不配得那个一钱的银子，事实上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这样的一钱的银子。所以这些雇用的人，他们本来就是应该得到做工的得工价，但是我们这个不配的人，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的人，我们还能够蒙恩。这个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要给我们的意义。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葡萄园的比喻不是叫你在工作上面要像这样，因为真的你会被投诉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我们是蒙恩的人，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不配的人还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恩典。恩典不是我们用钱赚来的，不是我们用能力赚来的，是我们白白的得来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是不配的罪人，却蒙你这样的纪念，你仍然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跟需要，并且你顾念我们，我们所做的真是有限，然而你却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极大的赐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你。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还能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谦卑的心来到这个世界，并且能够来为主基督做见证。也许人看我们不好，不够完美，但是主你用我们能够做你完美的事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那接下来是金句背诵。今天是马太福音20章第16节。马太福音20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马太福音10章第16节。那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马太福音20章第16节。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诗歌，在今天是第心灵粮诗选第465首，歌名是我之所信的是谁。
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今你帮助着我们，祈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工作、学习、家庭，都是由你而来，全赖你的恩典所赐。我们愿意按自己心意奉献金钱给你，求你那月来做事工使用，叫更多人领受你的爱及救恩，做你所喜悦的事。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视线同工。后面这边报告事项这边请大家仔细讲清就好。会众请坐下。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朋友，武国英女士。蔡佩芳小姐。我们那个一日欢迎，永远欢迎。那接下来我们我们成为一家人。唱第二遍的时候，请大家拱手替代握手，互相问安。
好，大家请坐。那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的部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只有挑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其他的请大家参阅。第4项是中秋连假10月3号下午4点半，社青团契将举办烤肉餐会，愿意一起参加的弟兄姐妹，请至1楼公布栏登记，请为聚餐及环境安全代祷。第4项。4项。对，中秋连假。弟兄姐妹平安，很快中秋节快到了哈。对，那个我们中秋节社青办的烤肉活动报名到今天截止，所以今天如果说那个没有填的话，我们就收回来了，因为我们要负责采买一些烤肉的食材类的，所以要统计人数。那因为教会我们社青的经费有限，所以呢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后面写的麻烦你写1加1菜，一菜就是说带一个肉或者菜，因为我们的肉，老实讲，我们的经费买的肉不会很多，所以如果说那个烤肉不是太多，所以弟兄姐妹也欢迎你们带肉或菜。那饮料教会会准备，就是带肉跟菜，不需要带饮料。谢谢弟兄姐妹，或者带主食也是 OK 的。那所以就是大概报告就这样，然后正确的时间就是10月3号。再来的礼拜6下午4点30开始，欢迎大家。录的师母怎么样？带菜煮好的菜，1加1个菜，或者肉，或者主食，好不好？谢谢。还有那个比较重要的12点就是。教会儿童主日学需要师资参与，请有意愿参加师资培训及参与教学的，请洽郑宝华校长。那接下来报告肢体消息，身体不适，赵少文执事术前身体的恢复，周春和身体，赖瑞美父亲身体，赵连秀母亲身体，黄清良身体。黄金土身体，涂红淑妃摔伤骨折的恢复，杨之华脊椎术后复原，苏品纯牙齿矫正，孙妈妈身体，周雄身体的复原代打。那接下来会众请起立，3-1送。请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皆蒙恩，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
牧师可以为你祷告。那今天成人主日学4福的同学，待会可以请到第5楼去。成人主日学4福的同学，待会可以到第5楼。我来介绍好了。成人主日学我们有3班，但以理呢会在203教室，4福音我们移到5楼，5楼去上课。哥林多前书在201上课。好，谢谢。好，我们再讲一次，四福音到5楼上课，但以理在203，哥林多前书在201。